台北市要推動這部經自動駕駛公車，上建2027年在北市區啟動實驗，會擴展到15條公車專用道，希望2029年正式來使用。不過，這自動駕駛技術發展遐爾儕年啊，有關停在實驗階段，即馬說是變做台北市長參選人的政見，敢真正有法度來應付台北市的交通，引起眾人的討論。透過影像辨識連接系統偵測路上障礙物，這是2029年北市地信一路推動試坐的5支自駕巴士。即馬北市府日前宣布會加速推動無人自駕公車，上緊在2027年上半年就佇實驗場後做試驗，到2029年實際落地方向努力進行。輝達台灣總部確定落腳北市科，北市府第一項重要建設就是善用北市科整體開發具階段性，而且呢道路基礎建設完整等特性，將推動無人自駕車測試。市府目前規劃今年都會利用封閉園區，像台北市立動物園試辦無人自駕專車服務，累計運行經驗刷落來，明年上半年會在北市區開放場後的實驗地區做試驗，會為無載人的貨運車輛阿水車頂開始，加一步到你載客專家服務。那第3階段就是明年下半年，我們會針對台北市15條的公車專用道來進行無人自駕公車的進行。這個是我們在將近快1個月以前在講的事情。當時我們不但幫忙提出變電所這個嫌惡設施，你要怎麼讓它變成大家可以接受之外，我們還提了跟旁邊的公車總站。北市府解釋，在制定詳細會議了後，工作小組去年9月就召開第1擺會議，擱在今年6月交通部經濟部定召開第23擺會議，驗過早在2018年經濟部就制定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，交通部也在3年後訂定相關指引，意思是擺渡沒有法規限制，驗過8年過去，多數停在實驗階段。台灣過去在做這些試驗的時候，態度上比較偏向技術驗證，而不是去驗證整個商業模式的可行性啊，然後這些法規上可能帶來的衝突的問題。所以這一塊反而是我們這些技術一旦成熟之後，要輸出國外比較重要的一些狀況。有系統上指出，台北市交通環境複雜，尖峰時段車流量大，自駕公車除了愛甲汽機車，有人駕駛的公車強準部分公車專用道站區較長，安怎精準停靠順利上路客，也攏是未來推動的是愛克服的挑戰。另外，包括開放道路測試、駕駛執行規則、甲相關法規配套，也攏愛同步實施，才會當加速自駕公車落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